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致敬事件100年纪念展，因为反应袂歹，官方宣布要延长展览到8月18。现场阁有设计记者日志，要互大家以记者的身份来看日本时代台湾民报是安怎记录致敬事件这段历史。叶荣根是谁？我先介绍一下，叶荣根是林献堂的秘书，然后就交代他赶快跟人家讲话，然后这个叶荣根就骑着脚踏车到那个最近的一个车站，叫做应该是追分车站，然后就赶快冲到这个台北去。 透过导览老师说明日本政府逮捕这次台湾议会请愿人士以后，台湾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日本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着要争取地方自治，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伫咧1923年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所获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抓起来。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规划的致敬事件100年纪念展，展览以当时的报纸《台湾民报》做基础，带民众用记者的角度来看规个事件。致敬事件内底吼。 伊就是逐字稿啊，逐字稿记录讲，譬如讲法官讲啊啥啊，辩护师讲啊啥啊，被告讲啊啥，甚至讲检察官又白讲哦，都写落来，所以讲咱会当根据迄个资料，会当整理出哦，即摆展览遮足侪物件。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指出，和当时日本人办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立场相对立。台湾民报是日本时代1923年第一份台湾人办的报纸，徛伫台湾人的立场为台湾人发声，勇敢批评时政，推广文化，介绍新思想。台湾文化协会嘛，伫各地成立读报社、读报纸，互民众听。因为咱的识字率无悬。 哦，所以讲伊想足侪办法，譬如讲有一个足趣味的物件叫做读报社。吼，譬如说，这个英国发生啥物代志，美国发生啥物代志，你拢会知。伊个会买迄个日本的报纸，吼，互大家知影不同的观点，吼，一项代志不同的观点，吼，台湾人的知识会当成长，都免费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展览自旧年开幕到今已经要1年，不过因为民众反应袂歹，当要搁延长到8月18。现场有设计记者日志手册，嘛用 AI 技术重现历史。官方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决心。记者卢尚珠、柯炳哲台北报道。